有專台修學稱號的台南孔廟，一檔除了春秋兩祭，另外還個一員武廟的祭典。台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醫生書院的理事，日前嘛透過議員王嘉珍來訂正，一方面要求釐清孔廟的產權歸屬，另外嘛為醫生書院孔廟祭典的禮樂器的收號來清明。民間捐獻呢，很多民間捐獻並沒有一塊是所謂的清朝也好，日據時代也好，官方所購買的、所置辦的，並沒有，都是民間所捐獻的土地。因為那些土地早年之前都是稻田地、產地所以它有田租利用這些田租的費用，在維護孔廟。然後那時候清朝那時候還有孔廟，它就是私塾維護那個支持那個學生讀書的費用，是這樣子來做運用的。成立一個官員組織的管理委員會，只是要互去代管爾，驚講這土地去用偷賣去，是你要代管。不是來控制，所以這條錢應該講既然你政府這是合理的徵收，你這條錢就應該要入來阮基金會內底畢竟賣這個地因捐贈嘛是攏佇基金會手裡，無應該是佇賣了，結果錢是安尼飼過去的。對此，議員王嘉珍日前嘛邀集市府文化局、發展處、甲日孔廟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共同面對面來溝通，針對產權的部分，土地確實是屬於全台南市，嘛唔是市政府所有。市府認為有真濟問題，攏是歷史的共業。就孔廟，其實當時是地方士紳，他為了要熏學，然後要資助這些台南市的一個文風發展，因為台南其實是一個文化底蘊很深，然後文風薈萃的地方，所以當時是很多地方士紳他們共同，例如說捐贈土地或捐資，然後才促進這個地方興學。好，所以其實當時他原來登記的是台南，就是孔廟管理委員會，可是之後呢，因為他在內政部相關的規定裡面，他就這個捐贈的土地，他是認為是台南市公有，所以後來他的土地所有權人就是台南市這個我們一個地方自治團體這樣子。然後管理人的部分，目前的登記還是台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目前的一個所謂文件來看，那目前孔廟的土地的一個所有人是台南市，那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登記，那管理人是文廟管理委員會，所以從土地所有跟所謂管理這部分來看，其實是清楚的。那一般我們對於土地的所謂所有，是認定是以看所有權是誰，這樣的一個部分。現場雖然醫生書院的理事長、理事甲着謝委員醫生攏提出質疑，而且管理的單位嘛經過幾間的轉變，有台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後來閣再由市府出資成立財團法人台南市孔廟文化基金會。目前雖然有營收，不過卻無法度支付孔廟所有的支出。議員希望會用拍開民間甲官方的對話窗口，讓孔廟珍貴的文化資產會用永續來流傳。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